今天呢，我们要用幸福热情来传福音人数虽然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热情不减。我们先来做祷告，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互强教会，一起认识神，研习主的话语，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特别我们一起在这边受装备，为了要成为你美好的门徒，为主来传扬福音。愿你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跟激励，愿我们所学的真正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要接续上个礼拜一起讲有关我们基督徒一起领受传福音的使命。那传福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但是我们都知道，得时不得时，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克服的，是神给予我们的。那我们在现今台湾这个时代，传福音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呼召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从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话来学习。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生命当中一间对他有极大影响的一间教堂。虽然不是在海港的大都市，或是在罗马帝国属下那个最繁华的都市，但是这间教会成为保罗传福音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就是说，他们这个基督徒大家同心合一传福音。他怎么样对腓立比教会说呢？他每一次都是为腓立比教会来感谢上帝。换句话说，这间教会让他心中有无限的感激。他这样说：每逢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想到了就感谢。我想你一定有很多认识的朋友，认识的你们的家人，很多关心的人。你想到这一位，你会觉得心中满满的温暖。你想到这个已经好几十年的老朋友或是老同学，你会感觉他就是你心中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人。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你生命当中很大不想去提到他的，对不对？那保罗呢，他是对腓立比教会是满满的感恩，表示这间教会跟保罗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第4节呢怎么说呢？第4节他为腓立比教会感到喜乐，感到高兴，感到快乐。同样的，我们如果家里面那孩子不听话，你想到他就头痛就不会喜乐啦。你的同事到处给你锤到处给你这个留很多后遗症你会觉得心中很烦，对不对？那腓立比教会呢，他让保罗每一次他说为他们祷告都是心怀喜乐的。家中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听话，或是他有很多成长的一个难处，你都会为他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会流泪，因为希望他能够不要走到偏的路上，他能够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但是腓立比教会被保罗感到他是心中快乐的，因为这间教会让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什么感动呢？因为腓立比教会他都同心合意一起传福音。腓立比教会不是说每一样都是优秀顶尖的，但是他们抓住了保罗给他们一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要抓住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腓立比教会在当时，在今天的大概就是在希腊的北部，大概是现在马其顿这个国家的境内，是内陆的一个教会，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是那么的自由传福音哦。不过呢，他们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之下，跟保罗一样同心，所以他就在圣经里面对腓立比教会说：因为从开始的一天到现在，你们都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都协助我。难怪这间教会是被保罗所感念的，因为很多事情，保罗在一生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挑战，甚至有杀身之祸，但是他仍然因为有
这一间教会给他的帮助，让他心中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祝福，充满了能力。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一间被保罗所感动的教会，基本上它是有传福音的动力的。我们的富强教会呢，其实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也不输给一般的教会哦，因为我们很会关心，很会邀请新朋友。这是我们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跟基础。以前呢，我们很会把新来的朋友留下来。那我们今年呢，在加码。加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留下新朋友，我们还主动出击。因为新朋友一定是有人邀他过来，或是他自己来的。但是主动出击是，你觉得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他很需要福音，但是他没有这个管道接触信仰，所以你是有计划的为他祷告，预备心，为他铺路，然后有一天说，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那就是我们今天推动幸福小组一个很主要的动机。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觉得要感恩，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加码，继续努力。那我们都一直谈过了，没有一个基督徒反对，或是说拒绝，甚至说圣经没有教我们传福音，没有，大家都能够认同哈。那除非呢，他听到了耶稣讲不一样的教导，你从圣经耶稣所讲的教导当中，有一些话，耶稣说你们不必传啦，你来信我得救就好啦，啊，可以预备上天国啦。耶稣如果只讲这样，你有这样的证据，或是有这样的见解，你可以提出来，或是说，你除了4本福音书之外，还有其他的福音书也谈到耶稣说不用传福音。我讲这些意思是夸张，有点夸张，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基本上你不会排斥，或是你不会拒绝，或是你不反对基督徒要传福音。那重点常常出于在我们的生活上，也许你会这样的感受哈。上个礼拜牧师也曾经提过类似的，你也许会这样说：我是很想传福音啊，但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因为你要跟你的上司、你的亲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好像说不出口。你跟他相处啊很愉快，但是一讲到耶稣，好像觉得就尴尬起来了。你不得要领，没有一个好的能力基础。第二个，你曾经有传过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成果，让你心灰意懒，好像没有那个动力。还有，因为基督徒很久了，大家感觉上说，好像没传也没事啊，我们热心做礼拜就好啊，啊，服事都到位啊，啊，我们查经班也很认真啊，好像不传，大家也彼此嘛，哈。不差我一个，也许形成了这种文化。那也有人真的对传福音有一种畏惧感，因为真的是不得要领，或是有遇到困难瓶颈没办法突破，所以你常会跟牧师或长老说啊，什么侍奉都可以教我做，但是除了传福音。所以呢，今天呢，牧师在周报里面看了一篇福气教会高营宣教士他所做的见证，他的见证就是代表了大部分普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共同的心声跟他们的反应。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黑乌鸦换羽毛的故事哈。那我们都知道乌鸦哪里还要换羽毛，它本身就是黑的嘛，很晶亮的乌鸦。但是他就是说，乌鸦变成白乌鸦怎么变？他还讲他的心路历程。那有空你可以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文章可以慢慢的看。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最典型，做基督徒做得很快乐，做得很安稳，做礼拜啊不会缺席的，读圣经也很正常的，参加活动也都很热情的，但是就是不会或是不想传福音的基督徒。
他说他是这一种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原先呢，他是一个信主40几年的基督徒，应该是大学时候信主啦。然后等到他快退休了，他在想计划，因为我知道公务人员现在退休福利很好啊，他可以领18%的。他是想计划全世界到处去旅游啊，做一个游山玩水的过他的下半生。但他一直在心里面觉得说，我做一个基督徒，好像各方面都尽到了，但是圣经里面一读到耶稣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他心中就觉得有一点，好像觉得有点缺憾，说好像我这个基督徒不见得完全合上帝的旨意哦，我只是在沉浸在我的安乐窝，我只是处在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安乐的平台里面，我对外面的灵魂不大关心，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所以他开始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感，神圣的不满足感。我难道继续游山玩水，然后有一天我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好的路仆，好的仆人你要来享受上帝的福气吗？所以呢，他就因为有朋友有牧者，就在福气教会，他们已经进行了3、4年的传福音的工作，他就觉得说，至少我去了解一下嘛，了解一下到底我所知道的，他们传福音是怎么传。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见证。那因为文章在里面，牧师就不常说了哈。不常说的意思就是说，里面写得很清楚，主要是那个，哎呀，你不动了，对不起，还可以。这个是高阳宣教士哈，他主要的讲了2点，意思说，竟然有的信主才2、3年的，传福音传得那么的热情，而且有果效，那表示说，传福音并不是想象中的难，而是说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好像传福音是用他的能力、他的口才，想要辩倒别人，说我讲的对，你要来接受我难怪很多人会拒绝呀。但是这些新朋友、新的基督徒，他对圣经还了解不透彻，对信仰怎么讲述，他也讲不得完整。那高阳宣教士就说，好像这个新的会友呢，对保罗也不大懂，对那个尼西米也不认识。那为什么他那么会传？原来他是用那个生命在传福音，用生命影响生命，是用他自己的故事来成为一篇讲道，而不是说他到底多会讲。所以他从原来的一个理解逻辑，重新转到说，原来传福音给别人，不是你懂得多就能够讲得出来，而是你只有生命的见证，才能够让人家感动。所以他从那边开始转换自己，他就认为说，原来幸福小组呢，不只是让有心被神感动的人可以传福音，而且还调整自己，调整老基督徒的心态，等于是回到以针对性的这些慕道友为对象，而不是用自己的话语，用自己圣经的熟悉的术语。所以慢慢的，他学到了怎么传福音，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我从帮助者开始，不敢当小组长，帮助者开始。等到1年多之后，他说：我来试试看。因为他调整自己调整得很不简单呢。后来他自己带了一组，他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是不是我这一次能够带领7个人来信耶稣，我就知道你的能力跟我同在了，我要一生一直要推动幸福小组。果然他在很多没有办法预料的环境之下，神竟然真的那一次给他7个人信耶稣。他知道说神已经给他应许，他知道他重新调整了起初爱主的心，起初传福音的热忱，所以他就现在到处世界各地邀请他去华人的教会来宣讲。本来
上一次听他演讲之后，我们教会很多长老说，牧师赶快邀请这个宣教士来我们教会见证，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基督徒，很多难关没办法突破的，也许透过他的见证，我们会得到激励，得到学习哈。那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都知道，你如果是第一代基督徒，你很有传福音的迫切感，因为你自己经历到了嘛。你的亲朋好友也很多人都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反正第一代很容易传福音呢。不过一旦我们信主久了，就像我已经是第4代了，周遭的亲朋好友基本上都是基督徒，所以反倒是觉得这种老基督徒传福音那个迫切感是要消失了。你生活在这个舒适圈了，你没有感觉，但是你旁边如果很多慕道友，你旁边是新的朋友，你会很热情想要邀请他。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深刻的印象。你如果曾经带过人来信耶稣，你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当然，可能一个人他带了好多人那就可能记不大的那么多数目了。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到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说我活在舒适圈，基督徒的舒适圈。我是第4代的基督徒，我从小在教会旁边长大，亲朋好友都是基督徒。不过直到我在高中的时代了，我离开了小岛那个小故乡，到外地去读书。高中时就要离开，所以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刚好是青春期很苦闷，而且个性上又很腼腆，不大会跟人家接触，所以呢，心情是高中时代是我的比较属于暗黑时代，或是比较物质的时代，因为离乡背景真的不好过，而且要独立生活。但是就在那一种心情之下，我在住的地方要到学校，当时都要用走路的，没有脚踏车。就有一位同班的同学，他跟我一起上下学，通常都会走在一起，特别是放学大家一起出去嘛，常常会碰到，你们一直走，一直聊，一直聊。那个时候呢，刚好碰到那个蒋介石总统过世了，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全台湾都是知道他用基督教的丧礼，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印象很深刻所以基督徒那个时代也借这个机会传福音，还邀请了葛理翰牧师来台湾布道，后来又邀请了为蒋介石来做告别式的周连华牧师到各地去开布道会。那这个同学呢，就跟我在上下学途中慢慢聊，聊起我是基督徒，我在哪里聚会，他开始有兴趣了。后来他自己决定了，他说我决定要信耶稣。不过因为他是外省第2代，在马公呢刚好有一间才成立不久的澎湖浸信会，他就说我要到那边受洗，而且是让周连华牧师给他施洗，因为那个时候澎湖的教会刚成立嘛，那周连华牧师也是浸信会的一个领导者，所以特别来澎湖为他施洗，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感觉到，我觉得说，我的同学，我因为跟他一起互动，他信耶稣，心中一直感到非常大的一种满足感，觉得说我的同学信主了，感谢主。他在2个礼拜前，我碰到了台中的忠孝路教会的牧师王武聪牧师，他见到我就跟我讲说，你的一个高中的同学他们夫妻现在在我们教会做了很好的服事了，而且他太太现在还是当长老。我一听，原来就是我这位高中的同学，心中真的很温暖，你知道吗？感觉到说，当初就是一个在上下学当中聊天的一个同学，现在竟成一个神所重用的基督徒，而且他在学术上也很有成就姓陈，他在水利工程是台湾的很多的专业是他开发的，专利都是他开发的，就是桥梁啦他那个溪水河流怎么样建造好的桥梁，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在中兴大学当教授，目前是院长。我心中觉得一直记得他。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如果更多，不是更好吗？后来我上神学院读书了，
哇，很热心参加的布道团。我们神仙的时代，我跟谢牧师都参加叫做南神的福音团。哇，到原住民啊，到南屿啦，到各地啊去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团队了，你不是个别了，或是你跟一个直接的朋友带他信主了。虽然感觉上好像有传福音呐，但是那种感受都不比上你邀请了一个好朋友来信耶稣。后来当牧师的30年来，每一个礼拜上台讲道，也许有人因为牧师讲道更认识神，有人因为牧师讲道他受感动信耶稣，但是那种感觉都比不上当初我带领这位同学信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从神领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呼召化为行动？这是每一个人要去思考的。也许神给你有不同的一个面向，也许你用不同的方式传福音。不过，我们教会经过这几十年来的感受，觉得说，有人推动的这个幸福小组是很值得我们去学的。因为第一个，它不是专利；第二个，它也不是高门槛；第三个，它也没有说，我只能做，你不能做。我有我自己的一个产权，没有，它完全的开放。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脱离传福音困难的捆绑？因为圣灵在目前台湾这个社会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抢救灵魂的环境，传福音的环境已经松绑了。众教会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幸福平台、福音平台，就是幸福小组。第三个，我们不再像以前，我们要到街头去个人布道，或是找你的朋友谈道，然后他没两下子就把你拒绝了，或者说碰到你有一点吓怕怕的，就闪开了，因为知道你要给他传福音了。没有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而且我们有一套有效又可行的传福音的模式。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到教会历史那些感动人的篇章，有很多感动的故事，都是传教士传福音的故事。因为他们当时要传福音，甚至是要立下生死状来，要给自己的家人说：“我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可能要跟你们再见了。”那种生命的一个历程，你能感受得到吗？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海岸山脉的瑞士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蛮感动人的书？因为他那个作者是摄影家，所拍的照片很漂亮。他在介绍一群从瑞士在民国就是在光复之后，整批来到台东那边传福音的天主教的修士，他们都是属于瑞士的一群白冷会的宣教士。那本书里面看了一篇当时的宣教师，他写了一封信，寄回给瑞士的妈妈的一篇文章。里面有2、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说：“妈妈，我搭了船，经过2、3个月，终于来到东亚太平洋边的一个小岛，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东海岸。那个山是非常的漂亮，不输我们瑞士的山，但是这边很炎热，而且呢，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每一次当我孤单的时候，我就想起在故乡妈妈所煮的家乡的菜。我每一次在孤单的时候，都很想再尝一尝我们瑞士最出名的巧克力。但是我被耶稣所呼召，我来到这个地方，也许不知道几年以后才能再跟妈妈见面。但是，请你在祷告当中为我祷告，因为我们在这边有时候吃的食物不够，心中感到非常非常的想念家乡。当时的传福音的宣教师是这么样的刻苦，而且要放弃他原来的生活。不过，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再需要像当时那么样的刻苦。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跑到南亚、到缅甸啊、到辽国、到越南去传福音，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从我们身边周遭开始，而且是用热情，而且用幸福来传福音，那我们何不来试试看呢？牧师要简单来介绍什么叫做幸福小组哈。其实幸福小组，我们一听上个礼拜牧师讲说，你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在地化、很怂的样子，好像有点类似很粗俗的感觉。其实不是这个原因呐，是让对方我们的慕道友一看就觉得很有印象，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幸福啊，对不对？那就从幸福一个触点开始，你是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你说小组这2个字，你会误会说，我们教会已经有小组，为什么还要叫幸福小组？不是啦，幸福小组如果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幸福宣教小组、幸福布道小组、幸福传福音小组就对了。而且它是一个短期的编制，不是长期的，因为这个任务完成就解散了，下一次再重新编组。所以你说这样，你就对幸福小组不会觉得说啊，牧师讲这个好像那么遥远了哈，跟我无关。不是，它是为了传福音而用的。就刚刚我讲说，个人布道或是请一个大牧者来布道会，不同的形式。那幸福小组是什么？就是为了使人得生命的幸福，让慕道一看就知道说，我需要幸福啊！没有一个人拒绝说我不需要幸福了。那幸福小组是什么？是以小组的方式来传福音，不是大型的布道会，也不是个人去街头布道，就是一种团体组队的方式来传福音。然后幸福小组是由细胞小组任务编组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小组不是乱编的哈，随便凑一凑人数，不是啊，是你原来我们现在教会不是有约书亚牧区吗？以赛亚吗？保罗吗？基甸吗？是有组织的，但是从你原来这个组找出几位，第一个他时间要方便嘛，第二个他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嘛，第三个他已经有受过训练了嘛，所以编组出来，然后来组这个小组，因为他们要做拯救灵魂，要捕这个福音的鱼呀，那捕进来不能把它丢着，对不对？所以他会回到等这个任务编组完成了，他回到自己的细胞小组，就是这个家继续来培育他、照顾他、养育他，让他更成长。好，所以这就是由原来的小组编出来的。再来，幸福小组有几个名称很特别，它叫做福长、小组长，因为什么小组都是小组长，我们教会也有一些服事团队的组长。哇，那么多组长都讲不清楚，所以就把它改成福长，因为幸福的福嘛，就福长。那原来的名称是叫 leader， 在韩国他们推展出来的时候，这个名称叫 leader。那这个为信者的名称呢，我们把它称为 based。我们知道 based 跟 VIP 类似的意思，就是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对象，它是最棒的，我们要爱护它，要珍惜它，要争取它。好，那这个是一些简单的这个概括的名称的概念了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经过很多的教会，不只是一间教会哦。我们知道福气教会是在台湾推动得很成功，其实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是他们的专利，没有啊，是他们把自己分享出来，愿意分享，他们有这个能力分享。其实在北部牧师也接到讯息哈，在北部也有北部的教会，他们传福音也很有效果，因为这就是刚刚讲那个几个特质是团队一起做，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布道的策略。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这样说，2章4节，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是有得救人数加给他们的这种神的恩典，所以是有果效的。而且幸福小组是以团队来取代个人的布道，用团队的，大家有一个团队彼此帮补，非常的就是很安心的哈，不会觉得很孤单，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即使你现场做不好，马上有人补位，就像篮球队一样，5个人大家角色都分配好了。好，那再来呢？幸福小组是以什么带状的？刚刚我们是讲到说，你到街口看到一个人，你要不要传福音啊？你要不要信耶稣？或是我们看到有那个摩门教的骑脚踏车，他都很像在街口就开始跟人家谈，也许会得到有人有感动就接受了。那当然也有人是自动来教会的，自动来教会。第一堂牧师在讲到说，我们有2位牧师认识的会友他们是自己来教会的，一个是叫玉虽姐，玉虽姐以前在我们教会请帮忙清洁的工作。玉虽姐她在20年前呢，她自己觉得人生觉得没有什么很物质就对，她就有一天就跑到教堂的门口去听人家唱圣歌，听完很感动，但是又不敢进去，因为没有人招呼她。听完之后呢，她觉得说这个教会我要去。后来来到我们富强，早期那间那个在1楼的教会，她就来参加了，到现在还在这里。另外就是我们的花文凯执事，他在当警务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很不准心情很难过，很没办法，所以很不快乐就对了。他也是来我们之前的富强教会，在1楼听到唱诗歌，就决心要加入教会，那就直到现在，而且被选为执事。换句话说，我们也有神特别带领他自动来的，自动来的。我们在座也有新朋友是这样子接触教会，听了诗歌受感动。但是有一些人是他需要福音，但是他自己没有那种感动，需要我们去带领他。但是1次可能不够，所以我们是用幸福小组用8次。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 best 开始要邀请他进场了，要用各种的方法让他受感动，而且是带状式的，有8次不是在街头发了传单就不见了，大家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好，那因为这样子有8次，所以呢，他是在累积感动，累积感动。因为从很多传福音的一个见证回来之后呢，竟然发现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攻心为上，意思说先让人感动，他就会想要去追求信仰，他就想要认识福音。但是你如果先跟他讲说信耶稣多好，你有罪你要悔改，哇，他一开始就在他的脑中已经形成一种拒绝的概念，就是说我听你讲的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是我心没有感动，所以他会拒绝你，或者说好了，下一次我听对了，听懂了，好，但是谢谢你，他不愿意来。他是从感动先开始的，所以他研究到这种基督徒慕道友接触福音的一个形态，是受感动，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所以呢，幸福小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不只是带领人信耶稣而是这一群参与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他是会被建造的。就像高营宣教士，他说以前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什么事情都做教会是很重要的干部，但是不会传福音，所以他就慢慢被调整，慢慢被调整，知道说我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要成为一个好的同工，而且我还会传福音。所以呢，他后来呢就改变了自己。他说，基督徒最容易在幸福小组里面被调整，把以前的观念都调整过来，而且最后一点是使教会的增长成为常态。不是说好像这一段时间很多人信耶稣，后来又停了，它是一步一步、一波一波的，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需要福音，我们透过这种方式，它的成果会非常有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名称，我们又看到它的成果，那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布道？这边有几点让我们了解第一个就是说，对慕道友是尊荣的，他觉得说你是贵宾，你是被欢迎的，你是被邀请的，你是最大的一个客人，
所以呢，让慕道友觉得心中很窝心、很温暖，是尊荣。所以诗篇8篇5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这种态度，让慕道友觉得说我是被看重的，不是被甩在一边的。第二个是用热情来接待慕道友，所以他有一套逻辑哦，他训练副长，训练这些组员，怎么样让一个 base 的到我们家的时候是宾主尽欢呐，他是一直被看重的啊，所以会感到很热情。所以使徒行传21章17节说，我们到了耶路撒冷，信徒们就热诚的接待我们。第三个，他的聚会内容是很有趣的，不会觉得枯燥，你会觉得哇，时间好像很难挨啦，很难挨。诗篇是118篇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把节目弄得很有趣，很简单，不要太花太多脑筋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设计不是随随便便的。好，第四个是感动的氛围。刚刚不是讲8次吗？就是带状式的，一直让他感动。他觉得说，我跟你非亲非故，顶多只是认识你而已。你们这一群朋友用尽一切的方法，热情的款待我，所以他心中被软化了。他觉得说，参加你们这个团体是我一生没在别的地方没找到的，所以他是被尊荣、被感动，所以那个氛围就慢慢出来了。马太福音5章41节说，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就跟他走2里路。换句话说，做的比人家要求的更多。所以呢，幸福小姐一个 slogan 一个标语是说，做不足叫做亏欠，做刚好叫做本分，那做超过就感动。你知道，你当需要人家帮忙你的时候，你本来想请他帮忙3分，他帮你做5分，我想你一直记得他。那一天我听到一位姐妹，她打电话给我，从美国回来，她说：“牧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有一点奇怪，怎么那么陌生啊？”她说她因为出国嘛，所以提了好多行李，而且她要去搭那个台铁，台铁他们的通路也不好通，对不对？要下楼梯，要上楼梯，而且要过月台。她说我手拿2个，脚再踢一个，一直走，她说没有人理我啊。连那个站务员也没有人理我，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台湾好像没有那种拿小费帮人家提行李的，因为台湾人已经怕了，说好像帮助别人不小心会被人家误会说你拿我什么东西呀？大家有一点旁观了我说，当有人你东西拿不动，人家帮你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很感动，对不对？当你开车很塞车的时候，有人空出一个位置要让你过去，你也心中很感动，因为他本来不必要这样做。那传福音就是这种感动，让他觉得说，你本来不用做那么多，但是我为了爱你，为了耶稣，我愿意做过头。那这个感动持续之后，他觉得你是真心的，你是真的热爱灵魂，不是演戏的。很多人都这一关就愿意接受主了，而且他是坚持到底，不放弃。你以为说，哇，牧师讲的好像都是讲好的，其实也有共估的时候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些人呢受邀了，突然间家中有事情，或是临时出了一些状况，打电话来说对不起，怎么样，我的机车坏了，在路上了。他很多问题会来，那些副长心中很紧张，甚至有人报告过说，我们幸福小组已经准备好了，组员都来了，那连一个组员都连一个贝斯的都没有，只好自己庆祝自己唱歌，也是把他走过来。那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有小组，它叫做共估啦，共估你们都知道意思就是没有人要接受主耶稣。你会觉得像有一点伤感，但是他们都彼此鼓励，是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因为他说，我这一次失败就是我下次成功的结果。
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研发成本，不把它当成说啊，没有人信耶稣就是一切都浪费掉，不是。希伯来书3章14节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些，就要让你知道说啊，幸福小组不是好像随便信手拈来，不是啦，是已经有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种非常好的逻辑的，那让我们容易上手的。只要第一个靠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同心合一，你就可以做到。那我们这一次一共有11组，准备这一个礼拜开始，过了中秋节就有新朋友要进场了哈。那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祷告。他这个幸福小组有什么周期呢？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有3周的预备期，从我们今这一期的讲法，就是9月2号到16号这段时间是预备期，然后再来就是有8周的幸福小组的时间了，就叫 base 的进场了。这段时间就真的是叫做幸福小组了。那从本周起，9月23开始到11月18号，我们有8周。那各同你们可以看周报哈，在第8页，它有不同的时间，有的是礼拜天，有的是礼拜六，有的是礼拜2、礼拜3，有的是白天，有的是晚上。那期待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每一件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后来就一个整体的集合啦，他2周的名人讲座，我们11月26号感恩节的时候，在那天的下午傍晚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这些辈子全部的集合，一起请叫做名人讲座，就是说请一位他本身有号召力的，或是他本身有很好见证的，分享给这一群已经被我们安排招待8周的新朋友。然后在最后1周呢，我们又一个欢庆主日，就是我们邀请这些决志要受洗的，我们来为他施洗。那各位，特别是传统的老基督徒，你会讲说，哪有那么快8周就信耶稣，好像玩游戏一样。其实人家有一个很好的逻辑呀，他就说先受感动，他决志了，立刻为他施洗。但是后来有2年的时间，教会要为他做栽培的动作。2年哦，不是2周哦，是2年持续有这样的课程来训练他。所以很多教会这些 base 今天信主了，2年后换他来他来当辅长，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人家就这样做到，因为大家愿意被摆上，愿意被操练，愿意来接受这一样的任务哈。好，那每一次幸福小组有什么样的时间安排呢？这样子安排哈做一个介绍就是会前预备30分钟。会前祷告30分钟，换句话说，这些幸福小组的同工在1个小时以前就要进场了，先预备好了，把那个布置很温馨，光线、灯光做得很好，有很多布置都做好了，然后会前祷告，因为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人的口才，是圣灵借着我们来做工。然后新朋友进来了 ，best 进来了，5分钟的邀请、欢迎、热情拥抱哈。那再来就是破冰。那他对新朋友，他不知道什么叫破冰，你们家有没有冰块要破什么冰啊？就跟他讲说，我们来玩一个轻松的游戏让他气氛改善，叫做破冰，10分钟。那再来有带领唱诗歌，那你说唱诗歌他们也听不懂啊，他们就讲说我们来唱卡拉 OK， 唱卡拉 OK 就很轻松了就跟着电视的那个音响来唱嘛或者有人会弹吉他都可以。那再来就是重点了，进入等大家心情轻松放开之后，有人来做见证。有时候可以看影片，因为见证的影片非常棒，他看了会感动他的心，或是有人亲自现场做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最容易让人家感动。再来就是由辅长或是由其中一位比较会分享信息的，把那一周的特别的重点讲出来，而且他还强调说，不要用我们基督徒常用的口语跟术语，让他听了觉得就像一个故事一样，而且听得很合我的心意这样子。所以呢，像牧师啦，或是老长老执事讲的都是讲那个传统的，他反而效果不好。
是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人来讲，反而会讲得好，因为他讲的都是一些普通生活上的话语。那而且让他讲的却意犹未尽啊，像8点档一样，哈哈，好到高潮了，说下个礼拜再来啊，不是一直讲到完就对了哈。那再来呢，之后就一个比较属于分享的时间呢，送他们小礼物，而且包装得很漂亮，不是钱的问题，是他觉得说，你那么用心哈。还有呢，最后他是分组的祷告，因为他有时候他有需要，有在生命上的难处，我们为他祷告。之后呢，这些贝斯离开了，我们这些小组员还要留下来检讨。所以你看，在时间长短3个小时以上，那是大家愿意被这段时间献给神哈。好，那我们这一周开始，新朋友要来了，我们也欢迎新手上路。幸福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语，叫做"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而且是你要开始才很厉害。"因为被神所用就会厉害，不是你多厉害，是神厉害哈。第二个，你现在还不是参加幸福小组，你没有同工，但是你可以邀请贝斯的，开始想说，我的口袋名单到底我有几位贝斯，他有可能可以邀请他的。开始在你的手中为他祷告。还有，你觉得有兴趣，牧师讲完了，你觉得了解了，想要观摩看看，你也可以跟我们的11个辅长讲说，我是不是可以去观摩一下？当然不是干扰他们，就是在旁边看，或是配合，或是当后勤的，让小组长，特别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我们的核心同工，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经验哈，因为有一天也许你要自己主持了哈。最后，牧师要用保罗的这段经文来做一个这个完结哈。保罗的福音的理念，那哥罗西书这样子说：因此，我们向所有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我要使每一个人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要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他是用各样的智慧要传扬基督，比如说，我们求神给我们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智慧，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为了这个目的，我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不辞劳苦，竭力工作。大能力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所以，期待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富强人，大家成为带刀者，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大家来支援跟鼓励11个幸福小组的同工，也期待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成为观摩者跟协助者哈。